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吼，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个对台中来嘅秋福饮食店。谈到呀饮食店啥物事，伊从我知道，也系嘛个百年老店系冇，啊唔过唔系哦，其实系两个后生嘅家就穷下来。创业家都开嘅一间当特别的店，韩国有人讲吼，越老派越时尚，家都就是安尼哦，然后懂得文青有没有？全部都走那个老派路线哦。细细家家来谈看啊，家都创业有嘛个歌唱啊，有嘛个家都嘅故事，爱同大家来分享。先来分享今日嘅来宾，来分享秋福饮食店嘅佑轩，欢迎。大家好，我是佑轩，很开心来到这里。好，欢迎佑轩哦！啊，接下来係另外一個創業嘅夥伴，歡迎雅雲，歡迎。大家好，我是 Bonnie， 很開心來到這裡。好，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兩個都懂後生，都非常的年輕，然後開了這間。名字談起來很老派，懂傳統，一衝就是老店這樣子的名字，叫秋福飲食店，對不對？而且，人家都店妹，大家會知道，後生年輕人開的店可能都係下豬頭開到安埔頭，唔過家都沒有，不是這樣子的營業時間哦。跟大家來分享一下你們的營業時間。我們是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那一開始會這樣設定，其實是因為我們都要利用晚上的時候蒸蘿蔔糕。哦，對，所以就是晚上還有事情要做，還有事情要做，過時候冇辦法開到暗，不能開這麼晚。對，所以就把營業時間提前。哦，對，這樣子收拾完之後，就是可以蒸蘿蔔糕、蒸水板這樣，所以就選擇了比較像是早午餐的時間。早午餐的概念。對。不過按你度後啊，因為一下人嘅想法可能冇辦法按照紅蟲，可能冇人。7點就起床吧，但大家可能就是差不多要把9點慢慢的烘蟲啊，然後桶在洗面啊，好好的整理一下，化個妝，然後出門悠悠哉哉的吃個早午餐那種感覺。對，而且人家店內度賣嘅東西嘅內容蠻特別的，剛剛有聽到人家做蘿蔔板。做水板，所以這個風格好像跟我們想象中的早午餐的風格不太一樣對不對？對，因為應該說我們也是有賣一些西式的料理。那一開始的概念是想說，讓全家大小來吃的時候，就是爸爸媽媽或者是長輩可以選擇比較台式的早午餐，傳統對，然後小朋友就可以選喜歡吃西式的話，可以選擇西式的早午餐，這樣子，對，這樣去做搭配。所以就來問雅雲好了，你自己覺得你們的這整個秋福飲食店，它是什麼式的餐館，什麼式的餐廳？什麼事哦？其實就看你覺得是什麼就是什麼，所以什麼都有，也不特別定義它是客式、台式、西式。對，其實我們原本一剛開始真的是沒有特別去想說我們是要把自己定義在哪裡，可是就是這樣子經營了2年多下來，其實大家直覺的第一印象幾乎真的是客式。直覺第一印象就是客式就對了。對，因為就是這些東西。對，放眼望去有沒有？就是客式料理好像就是客人給我們的定義，我們一開始也沒有要特別這樣強調，其實，對，是，對。對，但是你們的店裡呀，剛剛有講到就是老派這個說法，其實你們是在一個老宅裡面。那最近的老宅都非常流行，有沒有？大家開始會去level 低度啊，然後去裝修啊，把它翻新啊，然後就變成一個很漂亮、很舒服的空間。這樣子的老宅也是你們兩個當初對於這個店面的想象嗎？其實最早剛開始我們在找的時候，一剛開始我們並不是刻意真的非老宅不可，只是因為我們的整個製作的關係，所以我們需要一塊腹地來吹櫃這些的東西，所以那時候再找一找，就覺得比較新的建築物好像沒有這麼多的空地可以讓我們做這件事情，就後來就慢慢傾向於去找老宅這樣子了。然後怎麼找到這個漂亮的老宅？很漂亮也花了蠻多時間的，大概光找房子就找了將近1年。
对，台中市一直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对，而且我知道像按用的空间啊，爱开店的，自家爱发动到心力去整修它。对，有大概的翻修。哦，但是这样子的修理过程，是不是听说这里面其实原本是有人住在里面？对，前屋主就是一般住家，所以它算是有大概整理过，那也都保存的蛮完整的，所以我们就大概的翻修、整理跟装潢这样子。然后还保留它这个老宅给本身气感给咪西，然后再跟秋福饮食店这个名字结合在一起，对，很有趣。然后你们决定在台中这个地方开店，因为有显会做也得办的，嘿，因为阿婆嘿没有力在哈港演嘛，对不对？对。但是你后来决定2个人一起在台中开这个店，为什么是选择在台中？因为我在台中念书，然后也有在台中工作，所以对环境算是蛮熟悉的。对，算是熟，所以2个人都决定要在台中一起，就是选择第一个创业的地点。然后因为我本来又是台中人，所以台中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最熟悉的环境。对，那你们2个人，你知道，其实开店是一天冇按过一个事情。1-3年就已經都困難的，2-3年可能有很多困難的事情，就是你知道2個人總是會有不一樣的意見嘛。那為什麼2個人當初決定要一起開這間店？其實最早其實我們2個其實算是在英國遊學的時候認識的，然後變成好朋友，就覺得想法什麼都有時候蠻像的，就變成好朋友。然後有一次他就是有講到說，他覺得阿嬷的這些味道，他想要傳承下來，然後把這些客家美食的味道讓更多人可以分享給更多人去嘗到，然後就開始我們慢慢有這個念頭。然後我自己也覺得，好像也蠻有趣的，然後對吃的東西也是蠻有興趣的。然後想說，就趁年輕就衝一波來做做看吧。然後就決定衝一波了。對，就是趕快回去找阿媽學。哇，可是所以你以前是不會的，以前沒有，以前就是在一般公司上班，對，算是完全沒做過餐飲業，一點都沒有。對，然後也因為好勇敢哦。對，因為其實也很害怕，興趣跟工作不一樣，所以其實我們都有就是到一般的餐廳去上班過，先試試看，先進入餐飲業試試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夠接受那樣的工作環境。對，因為畢竟以後是要當成工作的。對，先試試看之後發現覺得可以，對。所以就衝了，對，所以佑軒之前沒有餐飲的背景，雅云有嗎？我算是因為我是在醫院當研究助理。如果硬要講起來，我其實當初大學是念食品營養，所以稍微有一點點關係。也是稍微，對，稍微。不過用按用好商業嘅熱情，就結聽我來開一間店面嘅做都冇簡單。韓國因為就好商業嘅創意嘛，你們的店裡面還有一個很有趣的 slogan，叫做小時候吃的是快樂，長大吃的是回憶。韓細個時節食的係快樂，太野過後食的就會回憶咯。為什麼特別要把這句話當作是你們的 slogan 呢？因為小時候就是只吃阿婆做的這些板啊，比如還有湯圓啊這一類的東西，對，但你吃的時候就是只想得到就是開心而已，對，並不會去想那麼多，或者是怎麼樣去定義什麼是客家料理，對，是長大之後你吃的時候才會去回想，原來那叫客家，對，原來那叫客家，不然以為每一個人的阿嬤都會做，其實對，不一定，對，就是所以就覺得這句話，就是想起來覺得這句話蠻有感觸的，就是你長大在吃的時候，不只是吃這個食物，就是也回想到很多小時候吃這些食物的感覺。哇，對，這些事情啲韓式嘅時節，韓帶到客家種嘅時節，對於客家人來講，根本唔知啊，係乜嘅客家米色料理，就係平常日式嘅東西啊。所以我現在就想反過來問問看 Bonnie， 就是你自己不是客家人，那你在一開始接觸到佑軒他想要做這樣子的客家美食的一個開這樣子的一個店，你的想法是什麼？或者是你對客家料理以前有沒有一些認識？其實雖然我不是客家人，可是因為以前阿公阿嬤他們是在台中的東勢是做生意，那東勢也是一個很大的客家莊，所以其實在那個環境下，我好像也從來也不會覺得到對客家這個東西我不會覺得很陌生。然後比較印象深刻應該就是過年過節吧。
然后像过年的时候，就是左邻右舍都会做很多的萝卜糕，然后大家送大家吃一吃，就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好像就是一个就是很小时候过年的一个印象。所以他在跟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对啊，这我吃的也是这个味道啊，对我来讲也是一样的。对，故说其实大家对于食呀件事情。都有呀，同层嘅肥，唔單搶係呀客家人嘅優先，又係講唔係客家人嘅保年。63人就對佢哋點樣好買嘅呀，就客家美食啦，有一條記憶啦，有一條想法吧，想去傳達俾佢哋嘅消費者吼。還有韓國嘅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再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兩個後生嘅小妹嘅叫做創業開嘅意見，有老派，還個有文青的一類啊，潮福飲食店，我同大家來分享。叫做清有名嘅就係啊，這個早午餐系列，還個係客家式咧，也就點心吼，當貼片咯，同大家來分享。接下來就愛細細腳腳來唱叫做來同大家分享叫做嘅蘿蔔飯，也真係係啊，苗栗人啊，客家人從細食到大，這是一定要吃誒。好好吃的蘿蔔糕，這個是佑軒阿婆的味道。對，就是特地回去跟他學的。對，為了開店特別學的。對，蘿蔔飯，古時也就係完全只有等阿婆她的食譜去做的。對，但是因為回去跟阿婆學，阿婆做料理都是好幾十年的經驗，都是憑一個手感。沒錯，就是今天這個天氣呢，我放這樣子，就這樣青菜就按用葉一角就按用豆腐。對，所以你想問他這個要加多少，他其實沒辦法跟你說出要加多少。所以沒有比例這回事。對，我們就是回去學，基本就是看它的食材跟步驟，然後再回去自己慢慢的試，一次一次的試，然後再把它寫就是數據化。對，這樣子每次做出來的品質才會比較穩定。這樣，這個也很重要，品質穩定很重要。從來呀，佢食到其他嘅呀蘿蔔飯，就想到以前我沒有歷史到嘅米線，因為自家做嘅就會有凍到蘿蔔嘞。那個蘿蔔嘞跟米線就會凍起啊，味道非常明顯，跟吃到那杯嘅沒客家式的蘿蔔飯都不太一樣。對，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對，就是像你們的，我就吃到很重的蘿蔔的味道。對，蘿蔔的比例大概就佔了就差不多1半以上。對，阿婆就是不手軟，就是。對，所以我們就是這一點也有學起來，就是不手軟。對對對。所以放了很多的蘿蔔類都底杯，然後盡量用數據化的方法，然後阿婆傳統嘅做法，然後記下來。對，不然這樣韓版，然後兩個人就是還是要之後有人要來接手，總是要有一個比例，總是要有一個食譜嘛，對不對？對，就是我們把食譜做出來了，這樣子。對。然後他在賣的時候會以這樣子，像是一個 set 的方式，一個套餐的方式。對對，在店內販售的話是這樣子。哇，哎呦，東澎拍呢，就是又有菜，對，然後還有就是小黃瓜，還有配菜在旁邊，就做在蹦的呀，這個蘿蔔飯一起吃。那像其實做蘿蔔飯，東涌也會就會蘿蔔類。那這樣子的蘿蔔嘞，你還得一般還會有去挑選過這樣子的蘿蔔。我們就也是在傳統市場，就是剛好找到那種自產自銷的農民，他就是只種蘿蔔，對，所以品質也算是蠻穩定的，對。所以就是也是特別限購去甲中醫嘅啊蘿蔔嘞，韓國用 Apple 嘅比例、Apple 嘅食譜，然後來做按用嘅蘿蔔飯。你有沒有覺得在做板裡面？有沒有哪一個環節、哪一個過程是讓你覺得最困難的？應該是糊化跟火候的掌控。糊化，哎，愛糖哎，媽媽做蘿蔔飯哎，我從來沒有聽過糊化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啊？就是當米漿遇到熱水的時候，對，它就是必須糊化，這樣子蘿蔔飯吃起來口感才會比較 Q 彈。對。然後火候的掌控也蠻重要的，因為這個你問阿婆，阿婆也說不出來火是要
开多大多小，对，就也是我们自己去尝试，对，然后就把火候控制得很好这样子。对，那你有把你做的滷配饭拿去给阿婆吃？有啊，前面就是也是都请他试吃。哦，阿婆吃都很用白。有，他觉得跟他做的蛮像的。哦，那算是极高赞誉喽。对，做得快点没可以了。对，所以像这样子的滷配饭啊，最重要的就是他赶紧过年的时间。然后刚刚雅云也有分享到，就过年就是大家都会吃很多这样子的饭类。对，所以你们今年也有做这个礼盒的设计。对，对，其实每年过年我们都一定会有针对过年的包装礼盒，对，就是特别设计比较喜气的样子这样。那平常店内也是有贩售整条的萝卜糕，对，那只是跟过年比较不一样，只多了包装设计的变化，而且是有生肖在上面，对不对？对，很可爱。我们亚洲的看那都胸片哈，就是有这种喜气洋洋的感觉啊。过年的时节啊，迄讲你台中有想要买美丽给办那个米西的话，就可以去找你们，对，就可以吃到这个厚色的滷配饭哦。所以呢，你看亚亮的好生意，厝内有七个想法，然后记忆当中的米西创业以外，还做得做出按用讲嘅礼盒，同大家来分享一下传统的好米西哦。古头节目当中吼，这单年我们的共生农民啦，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吼。大家可能第一煎滷配饭很有上瘾，年轻人在煎萝卜糕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要怎么煎才可以煎得出漂亮，然后又不会烂掉的萝卜糕呢？其实它下的油量比你一般炒菜的时候的油量多一点点，因为你煎得很漂亮。我现在认真看一下，刚刚只顾吃某音整块，对，就是油量稍微多一点点，比一般炒菜的时候用的油量。对，那热锅热油之后，萝卜糕下去之后，千万不要急着翻面。对，然后你就想，变天，对，你会一直想看，好没？对，你一直想看就烂掉，对，就是不要急着翻面。对，等到边边稍微有看到微微的上色了，再去翻面，对，就可以煎出金黄色。哎呦，就说煎出好看又好色的滷配饭，很够。每次我给没懂葱油，锅子也很重要啦。对不对？如果你找一个很容易粘黏的锅，那怎么煎都没办法。对，其实那种阿嬷牌那种铁锅煎的最好看，我觉得。对，铁锅的话是哦，对，因为它的那个火候给锅给做的蓄热，对，所以它做出来就是会很好吃。对。然后其实我跟他第次吃滷配饭的时间，我有温中，这个酱看起来也很可口那个辣椒酱看着我好想吃哦，但是我很怕我的节目红色大家会给你搓，我就不敢吃太多，不敢沾太多。这酱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对，酱都是2种酱料都是我们自己炒的，对，自己炒的，连酱都还要自己炒，为什么不干脆你的像是台中没有懂得懂油面的酱料啊，还要自己炒？因为第一个萝卜糕一开始发想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酱料就是蒜蓉酱。对，那在外面就是也试过了，那想说自己做好像比较没有添加物。对，最单纯，然后下手一样很重，蒜头很多，所以蒜味很浓。对，那蒜头我们有 TP 头高，对不对？蒜也是有。对，我们都是用台湾的蒜头，云林的。对，哇。所以真的是全部食材地都有用心去做哦。韩国你看琼亚酱料除了有这个蒜蓉酱之外，还有辣椒酱。对，辣椒酱也都是自己炒的，因为蛮多人喜欢吃辣的，对，所以就顺便推出就是辣椒酱。然后这个酱料第一点美肚红也有单独在贩售，对不对？对，一开始其实没有要整罐贩售，是客人吃了蛮喜欢的，就是都会来问，然后后来才推出这个商品。哇，给安普斯有那个备料时间要做的事有更多。对，除了做饭的以外，还会又会来做酱料哦。然后饭的还唔单枪滷配饭，还有水饭。你看前一步嘅张迪都讲，其实水饭就连水饭冇空用手菜给客家总是给水饭米西没冇空用，这是水饭也是跟的地方有点不太一样的吃法，不太一样的做法，像是台南大家可能就理解到叫碗粿，对不对？但是我们
它赶紧就会有很多水板，就是水板，对，而且水板苗栗的水板跟新竹的水板跟桃园的水板可能都不一样，这就是苗栗代表水板，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特别的。水板的话，其实上面的配料也是各家都会不同，对，有些人可能会多加了虾米啊、豆干，对，那我们的就是有菜爆跟韭菜。对，然后上面的配料也都是自己炒的。那因为水板就是它就是没有调味过的贵，没有味道，所以你一定要搭配着上面的配料一起吃。对，那喜欢重口味的话，就是另外再淋蒜蓉酱或是辣椒酱。对，而且它在店美都红那些 Q 用也是套餐的方式，对，很棒哎。因为小时候吃水板就是有一点小单调，一颗的。对，因为它其实算是客家人在做农的期间休息吃的一个小点心，其实客家人不会把它当正餐。对，所以我们就是一样把它做成套餐。可现在人胃口比较小，也是啦，对，就是没办法，点心没办法吃暗斗的东西，所以它这样子可以成为一个正餐，就做一个套餐这样子。对。那除了有韩妹水板以外，还有客家人这个甜妹水板，它好可爱哦，它有一个像小杯子这样子的样子哎，这是你们特别做迷你版的 size 吗？对啊，因为甜水板好像蛮多人不知道的。真的吗？雅云Bonnie， 你以前可是我不知道，我对这东西我其实没有到很陌生。可是像我们在店内在卖的时候，其实很多客人都会，我就问说，今天有甜水板，就是有没有需要什么的？他们就会说什么？你在说什么？一副就是他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再跟他们解释一下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好像对大部分人来说蛮陌生的。哇，所以你们用这种方式，因为大家可能还没睡半就可以连接到蛙柜嘛，不是客家人可能就可以连接到蛙柜啊。甜没睡半，大家可能没办法连接啊，其他人就想到推出按用 C7 的迷你碗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客家人嘅傳統嘅美食咯。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下間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咯。好，非常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咧，我係做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吼，有兩個好上嘅老苗栗嘅傳統好美食變做搖身一變，變成老派文青早午餐。好，老一條客家嘅傳統美食變做其他條點紅嘅招牌，同大家來分享。剛才有分享到呀，老皮板啊、水板啊，接下來還會來同大家分享一項小點心，這個小點心嘅材料跟來源係對苗栗來嘅苗栗中南，對不對？竹南來的，它叫吉餅，吉雷餅，對，其實就是有一點像吉子的吉醬的那個吉餅，對，吉雷，然後類似果乾的東西嘛，對不對？對，你怎麼會找到按用嘅一類食材？這其實還蠻少見。對，因為應該說一開始我們其實會有吉餅出現是米糕。哦，對，米糕底會不會有一些果乾啊、甜納豆啊那種？對，因為一開始我們做米糕也是先做最基本的，就是黑糖桂圓。那想說它比較普遍嘛，就大家比較都知道的，那就覺得好像客家的米糕好像還有別種口味，那就回去問家裡的，就是問家人，對，然後就說好像是吉餅的，所以開始會用吉餅這個食材，其實是為了做甜米糕。對，那後來就覺得，做司康好像也都是用果乾，那不如把它加進司康裡面看看，然後就發現也蠻搭的，好香哦！所以這個司康也是你們後來自己去學做的，因為沒有食物的背景嘛。對，就沒有就自己去就是找食譜，然後自己試做這樣子。真的？那這做的過程有遇到什麼困難嗎？學做的過程，烘焙這件事，就是也是要不斷的一試再試，對，就是烘烤的時間啊，對，然後麵團的濕度各方面，對，好好吃哦，很搭因為我很好奇，你知道，吉雷餅同司康加在一起，很好吃就是它那個
精油的香气，柑橘类的精油香气蛮浓的，就是客人给我们的回馈也都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评价。就是你第一 No Boy 台北嘞这个甜点店，你可能吃到的是法式陈皮司康，对对。但在厨夫饮食店食到的就是苗栗竹南记得饼司康，就是给它有一种很在地的感觉，但是又很好吃。对。那我很想问客人的回馈是什么？关于这个吉饼司康，好像都说还蛮好吃的，而且大家都说完全没有违和感。对，就是想说，听起来好像很违和，但实际吃到是完全是觉得是他们是融在一起的。对。所以像爱用给东西就是真的不管是客式的还是西式的，全部都在你们的店里面找得到。对。像你们开这样子的一个店啊，我觉得很有趣。单枪server底度有冲突，其实人跟人之间一定也有冲突。你们2个人用啥？你刚刚一口是有共同嘛？你们开了这间店一起合作。那前面好像讲到说，因为去英贵游学，所以你们2个人的变成好朋友。然后接下来开店，那我相信一定会有争执的时候，有吧？对。不可能没有争执啊！但因为我们很清楚，就是既然我们要一起合作这件事情，那因为也听太多，就是朋友一起开店，那遇到理念不合或者是价值观不同的，然后就吵到一个不行的，听到太多，所以那时候我们2个就也先讲好说，既然先要决定要一起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先讲好，如果有任何争执或是任何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就是2个人都静下来之后再来讨论。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到现在说大吵嘛，基本上是没有，但是争执一定有嘛。那其实就是像有时候在忙碌、口气不好的时候，那就大家都先不要讲，等到事后大家都冷静了，我们再把问题就是一个一个拿出来讨论，说该以后再次遇到要怎么处理这样。所以基本上其实都还 OK 啦。所以目前做了2年了，对，很做得可以，还可以，还没闹翻，还可以继续，还撑得住。而且你们其实各自负责不太一样的领域嘛，对不对？对，负责内场的是友璇，对，所以内场的事情就交给你主责。对，其实争执其实也都是围绕在餐点上的问题而已。对，所以其实都还算是小事情这样。比如说摆盘要怎么摆啊？你觉得这样比较好，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大概都是为了这种小事有摩擦这样子而已。对，那因为我是负责内场，所以大部分可能内场的事情，Bonnie就会还是会尊重我。对，那外场的事情的话，我也会比较尊重他，就比较听我的。对，所以两三年有够负责的东西，按用怎有办法，两三年怎沟通，怎有办法继续经营伊个店下去。不过大家开店从那边人，应该也16年度过的疫情苦，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那疫情对你们来讲，我相信一定也有冲击，但是应该也带来一些转变嘛，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开始疫情一来不能内用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慌张，对，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把全力都放在做整条的萝卜糕。对，萝卜糕跟做在本台家就是可以宅配，对，就是让大家事先预定。然后我们因为都是真空包装的，所以保存期限也可以拉长，所以算是蛮方便的。就主力都推整条萝卜糕跟芋头糕这样子。老配版、同夫版，对。然后接下来，因为其实那一阵子我发现很多像阿布卡带都散通在山上。那时候一开始我刚搬进去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外送平台可以看，但你知道疫情一到那个疫情的期间，开始有咚，可以店面全部都出现在外送平台上面嘞。那所以你们那个时候也有加入外送平台吗？我们其实在这之前就加入了，加入没多久，对，然后就刚好又碰到疫情，对，就是影响是没有到，应该说收益就是一般般啦，对，但是有得到了宣传效果。你说透过外送平台的方式得到宣传效果？对，因为我们开放内用之后，反而有客人他跟我们说，他之前都点外送平台，因为疫情的时候，现在可以内用了，我想去店内来吃吃看。对，就是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反过来，他是先吃了外送外带，然后才来内用的。
对我对知道也係有效果嘅，我知道咩做得同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想要創業嘅人做得來分享一下，因為有時是。然後大家喜歡滑臉書，喜歡滑 IG，有時候滑外送平台也是蠻療癒的，因為你做得看到懂色的東西，然後看一看就想講，來福卡附近內有這間店嗎？有賣這種東西的哦，然後就會想說，給韓白有機費嘅時間，我走得去吃吃看啊，所以意外的有蠻多客人是透過這樣子，等於說有點打廣告的感覺，對，蠻好的，真是沒有想到，算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就是了。不過像暗湧嘅客家米色啦，有人可以看到那就是外送平台，然後突然覺得客家美食好有興趣哦，就是因為對這個客式美食有興趣，然後去你們店裡面找你們。但你們真的在推廣暗湧嘅客家嘅傳統的食物的時候，有沒有覺得遇到過困難？其實傳統的東西，我們的感覺都是真的比較不好推動它，因為就像。如果我們在外面吃意大利麵，跟你說一盤意大利麵300-400塊，你就會覺得好像差不多，對，好像 OK， 這個價錢我可以。可是我說好吃個羅佩飯要300-400塊，就覺得不行，這個東西好像有對，但是其實這兩個東西，我們製作的時間不輸做西式料理的時間，甚至它的前置作業是更長的。對，所以這是真的是比較難推動的一塊。對我覺得，因為其實共用嘅東西有當多種冇共用嘅做法啦。你說意大利麵也是有80塊的意大利麵，但是它真的好吃嗎？不一定。所以花一道時間做嘅東西，你聽說會老呀，成本顯示在價格上面。但是這表示就是你們很用心在做這一件事情。然後很努力的在推廣這樣子的東西，所以價格上面就有一點點曾經被反映過嘛，被顧客反映過，也是會有對，但是就必須跟客人解釋，然後跟他說我們做這個的過程。對，那大部分客人都算蠻能理解的。對啊，你可以吃到羅佩飯套餐呢。對，因為它的前置作業真的蠻長的，因為光泡米，因為我們都是純米製作嘛，光泡米就要4個小時以上。對，那你要等待這4個小時以上的泡米時間。沒錯。然後你去外面吃碎飯，你也不可能可以吃到碎飯套餐，然後還用這麼漂亮的瓷碗，就像福卡給阿婆做給共用，因為那連我小時候吃到的碎飯都已經是塑膠袋裝的了。有看過。對啊，所以其實這些東西全部都是要發動到時間還有心思的成本在裡面。古時候都本後商人一的支持，你們在不同的季節也會推出不同的這個限定的 menu 嘛，對不對？對，比較特別的是，如果冬天的話就會比較有湯品。對，像最近冬天了，所以就是秋冬的話就會推蘿蔔錢燉湯，也是很客家。對，這個湯超代表客家的。對，然後也是專程去客家莊買的蘿蔔錢。對，然後過年嘅時間咪做得老家的聽哦，就做得送 FB 去請秋富飲食店，就做得來聽家的嘅羅佩版和購物版哦。今天非常謝謝佑璇還有 Bonnie 來到節目當中，什麼謝謝。沒什麼天司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數看休息一下來做運動哦。福喜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